Hello Almond 嘅讀者，你哋好，我係 J 風馮偉軒。我記得嗰陣時工作上停咗落嚟嘅時候，其實都難過，因為嗰陣時嗰條路都有少少 lost 咗。我好坦白問自己，其實想要啲乜嘢？我另外一份工，我會唔會開心咧？我就發覺冇啊！我初心仍然嗰個愛都係音樂。如果講一個關於轉捩點咧，我覺得可能呢一隻叫做思念即地獄，因為當時我記得好似係2021年嘅時候嘅，咁我寫嘅作品係我自己中意嘅風格，有少少 R&B 啊，咁但係唔會估到人哋會喜歡呢一隻歌，因為咧佢個副歌係完全英文嚟，同埋係一個好有節奏、好有 beat 嘅嘢。咁有時真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其實都會可以得到人哋嘅喜歡咯。咁所以我覺得係令到我自己對自己嘅作品更加有信心。而我抱住嘅心態就係 I believe， 我相信我下一隻作品會 be my best song， 所以我永遠就有呢個好奇心，放低我之前做嘅嘢，從頭嚟過咯。夢想呢個 definition， 我覺得係同我過往有啲唔同嘅。當時我又覺得好似我純粹就諗住中意唱歌，咁但係隔咗咁多年嚟，其實而家唔係有一個 necessarily 一個責任啦，但我覺得反而係 commitment。我覺得音樂係一個遠景，我希望可能有人如果即係提起關於廣東歌嘅 evolution， 有邊啲人係真係繼續喺樂壇係有貢獻咧？我希望佢哋都會諗起馮偉軒呢個名。